2天一暝无断电的梅迪黑松定时设计马拉松，22开始连续2天伫清华大学比赛。今年拢总有240个学生参加，参赛者会使自由发挥创意，透过电脑程式设计出创新的想法。来自全国240个高中以上的学生来到清华大学，准备参加连续2天一暝的创意竞赛。比赛内容主要是希望学生利用科技创新结合资源甲技术，除了发挥创意，大家也通互相交流。在这样的活动下，可以接触到一点团队合作，因为平常在课堂中可能最多自己做这样子，因为需要跟别人交换想法，可能可以学到这样一方面的知识，这样子。我们想要就是对植物去做一个比较全面的监测系统，就是看它的成长啊，然后它的状况，然后就看就是可不可以用感测器的方式，然后就是让我们知道它的状况。另外，还有未少的科技厂商来到现场，提供学生专业知识。主办单位指出，透过学生参企业之间的交流，相信对未来学生的学习会真有帮助。那同学在学校学了这么多扎实的技术之后，最后还是要为社会所用嘛。那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厂商在这边也提供他们的题目，让大家可以更提早了解说这些企业里面的需求是什么，且能够把很多的问题解决的策略公开在网络上之后，能够给更多人更多的启发。梅迪黑客松是清华大学甲阳明交通大学连续第10年举办的比赛活动，同学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，参组员做伙打造出独特的作品，实现家己的创意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